同埋咧可能試整 short 喎，即係叫呢個流程咧出完長片再出短片，而當中咧最重要咧都係嗰句啦，流量啦同埋成本。咁呢度咧我再睇下邊啲好嘅參考嘅例子，咁啊俾大家望望啦。呢個越嚟越多人睇呢個，有冇睇下3日20幾萬 view， 咁即係2000幾蚊嘅啦呢度。咁呢條片成本我估都高，因為咧長片啦都算長嘅2分幾鐘，同埋咧嗰個高清啦，同埋咧都有製作嘅，即係可能我覺得有人手製作嘅，唔似我全 AI 製作咯。咁我覺得最好就係個畫面同呢個聲音有個 beat 嘅交流，我就難整咯。即係佢喐隻手啊，喐個畫面咧有個 beat 交流咧就更加好。但係咧你可以叫生成一啲叫有 beat 嘅音樂 funky 啲咧。唔好播咁多啦，一陣咧犯版權。大致上咧就係咁，所以咧係有啲流量嘅。而呢啲政治片咧，點解用卡通點解？問一句，點解用卡通？卡通就唔會犯嗰個即係人像肖像啊，或者啲咩假啊嘛，大家都知係假啦呢啲。咁所以咧，佢都係多流量嘅，每日咧大概都有保守計啦，冇太高啦，太高呢啲冇可能嘅。咁我覺得咧，中庸之道咯，可能哇一日2-3千蚊喎，你冇睇錯，即係可能300蚊除2啦，咁啊150蚊啦，150蚊即係1000蚊一日㗎，呢啲片佢都有，好犀利。咁所以咧，嗱多句啦，熱會過去就唔知，不過咧我就會繼續研究嘅，都係簡單啦，同埋成本好低啫 AI 嘅嘢，每日幾廿蚊啫，最多40-50蚊一日，即係研究啫。請個人翻嚟1粒鐘都做唔到咁多嘢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呢度做咩咧？就叫 upload 咗